因為太太做了所以想做嗎？還是說其實一直也想做？係咁嘅，因為見到太太做咗啦，個效果好好，咁我亦想做啦。因為我本身個牙咧比較黃，咁啊對平時要應酬啊，要同上司啊講嘢都唔係好自然啦，係都唔敢張開口，會有咁嘅後果。那今天貼面做上以後，第一眼感覺怎麼樣？而家呢一刻係好開心嘅，個效果好好嘅，但係依然係有少少唔係好習慣，因為始終有個貼片喺前面咯。咁相信醫生所講嘅就話2至3日之後就會係自然翻，會自然一點。後面當時磨牙回去以後，什麼感覺？食嘢嗰陣時候會有啲唔係好習慣，隻牙好似變細咗少少咯，但係其他嘢都冇乜問題。那磨牙後的那個樣子，會不會覺得會影響你的社交？對我嚟講冇嘅，本來仲擔心需要戴口罩，但係其實都唔需要。不需要，其實也不會尷尬了。然後現在好了，笑起來確實很閃。開心多了，謝謝你。呢度確實係幾好嘅，下次有朋友我依然都會推介你哋呢度。